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睇前一部嘅戏剧里边吼，他个人有谈过我的南浦有茶沙，还有玻璃。其实呢，讲到玻璃啦吼，他个人这个唔提讲，其实嗰度玻璃人同我哋六队嘅人係有關係哦。安尼今日有請到嘅來賓哦，係愛登玻璃沙器發展協會嘅總幹事鄭麗琴，麗琴姐來到嚟現場，有嗰種分享講，一站嘅吼睇我哋玻璃沙器地方，而發生咗幾多幾神奇嘅事情。我哋馬上訪問今日來賓，我哋麗琴姐來到嚟現場，麗琴姐你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係玻璃沙器總幹事鄭麗琴。其實講到我哋麗琴姐啊，我哋常常會喺沙器見面，因為我哋有時候會做沙器揚州時間，都可以看到麗琴姐喺沙器地方吼，大大細細，奈落啊行來行去啊。嗰個今日吼，請麗琴姐來紹介我哋嗰最南部嘅一啲客家嘅沙器玻璃一件事情，其實係最好嘅。我想問一下麗琴姐，因為其實我們常常在社區可以看到您的身影嘛，哈。那你是不是大概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先講一下，說，保利村是個怎樣的一個社區啊？哦，好的，我們保利村呢，是在清朝乾隆的時期哈，從高屏的六堆地區啊移民到保利莊來，那我們村子最早移民過來，大概有從美濃啊、竹田、嘉東這幾個地方移民過來。那移民過來的時候，大概人數不多啊，為了這個防範這個有外侮，所以為了要保持力量，所以我們的村莊就叫做保利啊，團結一致，保持力量，所以就叫做保利這樣子。可是唔可能，連命嘅地步又好，提供嘅時節啊，甚至是對我哋陸推哦，下去我哋南部嘅時節，其實中間吼，我嗰度都讀到嘅時節，嗰度冇同樣嘅一定算是種族嘛，好啦，冇到其他嘅村咧。嗰時一群客家人為到睇入嘅地方，實在係生存唔簡單。嗰時一定要保留自家嘅力量。咁我哋提供其實嘅保利村吼，以前曾經是一個很繁華嘅一個村莊嘛，因為之前我們有訪問過理事長哈，然後但是現在呢，現在的狀況是如何？現在因為村子大概是務農為主嘛，那所以在這個小孩子大概國小畢業之後，就很多就是會外漂到外地去。對，那現在村子大概有1300多位人口，算是我們車城鄉第2多的人口的地方。那現在目前會在社區裡的大部分都是長輩居多啦，像我們超過65歲以上的這個長輩大概有300-400位。但是從案面臨安的問題的話，社區發展協會面臨這樣子高齡化的一個社區，有什麼想法或者是對策嗎？目前社區其實感覺上有一點斷層，就是說我們的這個志工服務的志工大概80歲以上的還蠻多的，那再來就是70歲以下的，所以在70歲跟80歲這中間的這個志工就佔比較少數。那因為在這幾年，就是在外漂族他們退休有回鄉的情況也慢慢的多了起來。那這批就是剛退休的人，那個外漂族回鄉之後，他們也有慢慢的在這個加入這個社區志工的行列。那我們有一個理念，就是希望能夠承接這個，把這個社區或是村子的這個接軌起來讓這個我們的保利莊不至於說斷層這個，然後有所損失這樣。因為對幾多個村莊來講嘅話，譬如講，有啲村莊可能話，如果有生意做，可能專業錄下嘅係工人強嘅。但是如果幾多高齡化嘅社區來講，我都從頭到尾係麗琴姐講嘅，其實幾來係幾多以前辦事嘅時節，可能去外邊尋工作，外面讀書嘅生意呢，喺度可以哋退休嘅時節。
一路想讲，以后面可以贵到这个杀去。我想丽青姐，我记得您以前的故事也是这样，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是在外面工作，是，然后一直到退休了，很怀念家乡的事情，然后又再回来。你可不可以同我的观众朋友大概说一下你那个时候的经历好吗？就是我家的兄弟姐妹4位，在国小毕业之后呢，我的父母就把我们送到外地，就开始念初中、高中，然后甚至大学这样子。然后毕业了之后，就是都在外地工作。那我刚好在前几年，就是也工作有告一个段落。那我的父母亲因为年事也高了，所以我就想说，我就是回家乡来陪伴我的父母这样子，因为离开故乡、离开父母时间太久了，那想说刚好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时候，我就回到故乡来这样子。回来照顾爸爸妈妈，为什么还接上总干事？你不是觉得很忙吗？是，我会到社区去当志工的话，应该是有一个机缘啦，就是我在3、4年前回到故乡的时候，刚好我爸爸这个被赋予重任，就是他当那个社区的理事长，在他83岁这个高龄，然后被选为这个社区的理事长。那我刚好回来，我就看我父亲已经80几岁，还要这个为社区的运作和各方面在忙碌，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也帮帮我的父亲？所以后来我也到社区去当志工，然后就是服务长辈，这样子慢慢的学习。丽青姐，我问你一个很私人的问题好吗？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回来社区，然后现在爸爸是理事长，你是总干事这样子，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的那种亦步亦趋跟着爸爸做事的那种经验，现在居然在退休的时候，又有重新去回味那种以前跟着爸爸去做事的事情。其实我在北部就是生活工作非常久嘛，那回来故乡之后呢，最主要呢，其实在社区服务嘛那其实有很多事情都很陌生，因为我们从一个环境到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地方来在生活上然后一些观念上都不太一样，跟都市的这个生活各方面都差异非常大。那其实慢慢的就会有一些挫折产生，但是觉得说，因为我们要从事这个志工的行列，如果不改变自己的话，恐怕也适应的会不愉快什么之类的。所以就心里一直觉得说，我们要赶快接地气，然后把自己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好，这样子。较近较比如讲沙基发展下飞来讲现在比较多的工作大概是在哪一个方面？我们社区是礼拜4有一个关怀据点日嘛，那这一天的话就是早上要带长辈做一些课程的活动。像有时候是动态，有时候是静态。那动态的话，大概就是带一些运动，那希望促进长辈的这个肌耐力或者是他们的健康促进，或是一些规律运动，教导他们可以在家里自己怎么样就可以做运动，或者是一些静态的课程静态课程譬如说是手染，或是一些 DIY 的这个像种子可以怎么样做一些饰品之类的，或者是说政府有什么需要做宣导的，像预防诈骗、预防火灾、预防失智这类的一些宣导的课程。那之后中午就公餐让长辈大家一起吃个饭然后促进这个感情然后凝聚这个向心力那中午就回家休息。那下午呢，还有一个延缓失能的一个课程，那可能会请老师来教一些乐器然后唱唱歌一样做运动。
这样子，大概每周会有一次，礼拜一摆哈。啊，刚冲牙社区关怀据点做了多久了？从我们社区成立协会，大概已经30多年了嘛。然后逐步的哈，配合政府的那个希望长辈接触的一些新的课程，这样子一步一步走来。对，那像这样的社区关怀据点，其实我相信对几多的xã區嘅，我哋講太人xã來講法，其實係一個幾好嘅地方，因為它真的就是一個禮拜有一天，可以在這邊認識老朋友也好，好敘舊這個禮拜發生什麼事情，然後就像剛剛我們的總幹事提到的，就是有很多的我們要注意的事情，可以在那邊去講。然後中午大家一起吃飯，下午一起做運動，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呢，其實那個時候像一些疫情的一些事情，有些老人家真的是唔懂天師講嘛 concept， 但是據點裡面講的東西，他比較可以理解，就是說啊，現在的疫情發展到什麼樣的程度了？那以現在的社區發展協會來說的話，我們在據點的老人家大概有多少位啊？目前的話，大概40-50位，就是一起用餐的，對那有些是獨居老者嘛，哈，長者，或者是說他行動不便的，我們就會幫他送餐過去他家這樣子。那志工有多少位啊？志工大概有10-20位啊，但是這10-20位。他不會說都很齊啦，有時候這個沒空，有時候那個沒空。有事情來做。對，所以大概就10-20位這樣子在輪流，然後但是據點的時候就有40-50位的，我能夠太人xã來叫下來送去考場。是。其實對幾多嘅偏鄉嘅xã區來講嘅話，伊啲xã區嘅關懷據點其實係幾重要嘅，因為從頭到我哋李賢姐有講到，睇下關懷據點地方，你可以去傳達幾多幾好嘅資訊，同時幫助他人向下四川飯，下助他人向下做運動，亦對我哋平常時睇錄下本天師看咧太人xã來講嘅話，係一個幾重要嘅事情。下一段節目我哋埋嗰度嗰件故事，我哋馬上過來喲。翻過來，復起來嘅。上一檔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玻璃xã區嘅鄭李勤姐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當初做乜我歸到玻璃xã區，同時還接嘅xã區發生協會嘅總幹事。其實玻璃我哋講開來講，唔單止講以前我哋以前嘅戲劇斯卡羅地波幾有名，但是而家他個人講到玻璃的嗬，如果講到有一啲啊嗬，糖得多，但是買唔到多，應該講。幾快買嘅東西，我哋呢無體味嘅豆腐魚，我哋馬上請我哋李勤姐同我哋介紹講，做乜嘅會做我哋無體味豆腐魚呢？李勤姐，為什麼當時會想到去做黑豆的豆腐乳？那也是在這個農閒的時候啦，哈，那會另外播種這個黑豆，那黑豆的話就是做豆腐，然後就會出去叫賣這樣子，那之後呢就會這個再把它製作成豆腐乳，所以這個黑豆豆腐跟黑豆豆腐乳呢，就是會變成我們早期村民的一個種植的一個作物，然後又會做成料理這樣子。因為同我哋台灣地方幾度冇同樣嘅地方講，我哋咧恆春半島差唔多每一年的10年的，到下一年咧差唔多3-4年咧，我有啲幾有名嘅講落山風東北季風啦東北季風。但係東北季風來嘅時節，像頭先我哋李勤姐講嘅，其實聽我哋嘅南部唔係講像米啲地方都可以以絲禾嘅啦種水稻，一定到米下嘅時節冇辦法去種一道東西。嗰時我哋常常會講，恆春很有名的是洋蔥，好，因為我哋講我哋太重，其實喺暗嘅一啲環境底下，一路能真實可以種得到。然後中馬講我哋南部嘅洋蔥特別的甜的，就是因為它的風大，所以說它必須要把營養
去整个灌注在我的胎虫底部去。故事其实鸦片的有体味嘛係重要，也係其實嗰啲專家同我講啊，嗰鴉片的有體味的味道，它是特別的不一樣，特別的濃厚，就是像洋葱一樣，它必須要趕快把那些養分去灌注在這個黑豆裡面去。雖然因為我們的年底的時候啊，等於東北季風很強嘛，所以說對於豆子來說的話，它感受到有壓力，你知道嗎？所以說它就會對，所以說鴉片的有體有特別的甘醇。但一般來說的話，從鴉片有體豆腐、黑豆豆腐，它是一般的名家都會買得到嗎？還是說我們有特殊的管道？最早期的話，因為村民做黑豆豆腐的有蠻多家的，那時候很容易買得到。但是現在因為在外面購買也非常方便嘛，那尤其現在社區都是長者居多嘛，以前會做這個黑豆豆腐來賣的也都幾乎退休了，所以現在在村內要買到這個黑豆豆腐是不太容易了。對。對，冇唔錯啦，真的就不太容易。咁啊，因為啊，吼，我哋常常我有提過，有的人買到以後呢，如果講，哎呀，真是貴貨是懂。如果講，剛我可以去哪裡買？結果打電話到協會，協會就說，現在又沒有貨，打電話到農會，農會叫我們打電話給協會，所以我們到底要打電話給誰呀？黑豆豆腐乳的話，現在還是最主要還是我們社區。才有販售。那所以如果要訂購的話，就是直接上我們的那個 FB 上面去留言，或者是直接打電話跟我們問問看啦，哈，問看啦，係啊，因為其實黑人嘅人提供，其實我們保利沙基發展協會其實有參加，不管是社區營造啦，或者是農村再生，他們都有推出這樣子的產品。所以說其實對幾多沙基來講嘛，以其他規定，但是唔同我講嘅防潮包。好，防潮包，所以頭先講以前的黑專門會小嘅木炭出去外面賣。那現在來說的話，它的木炭的一個木種大概是哪一些呀？目前我們這個社區會建造一個木炭窯，是因為我們前任理事長他希望說把這些古老的一些生活上面相關的哈用實體再把它呈現下來，然後讓這個後輩的子孫可以有一個食物可以讓他們去做這個懷舊的狀況。那我們理事長呢，前任理事長呢，他也很有心，就是目前已經有燒過4窯，那所以每一窯的這個那個不一樣，樹種都不一樣。對，那目前第4窯這個是大概有龍眼啊，還有楊桃啊、荔枝啊等等的這個樹枝來燒成的木炭。我都問一下，等於是說這些我都說太尼沙底波，我們的大人算是我們的長輩裡面，還有一些人會燒木炭就對了。曾經有燒過木炭的記憶。他們年輕的時候有燒過，有，是。因為其實燒木炭是一個技術，就是說你下去，整個火點起來，就是木材放進去，火點起來的時候要封住，封住之後多久之後才能夠開？對，所以說我們的長者裡面都還有曾經燒窯的一些技術跟記憶。有的，目前都還有。我看的真是歸蔥窯的，因為真是喺以前啊的村莊地包歸蔥窯的一個工作啦哈。那這樣子的話，我們一次燒窯大概燒幾斤的木頭啊？大概70幾籃啊，就是一般的那種。是。如果說不是很大的窯啦。對，不是很大的窯。70幾籃應該說幾斤呢？我也沒算過，沒有稱過哎。因為70-80籃，我必須要跟我們觀眾朋友講一下，就是說今天我們看到這個防潮包，到時候又說我們沒有買不到。這個防潮包哈，我們目前的話，因為這個真的是實地是我們的窯真的燒出來的，那因為它非常的燒一次窯非常的繁複的一個工程，譬如說你要砍柴，要砍3天的柴哦，然後你要把這個柴架到那個木炭窯裡面要架1天，然後呢你要開始燒它要燒7天，然後你燒好之後要給它燜10天，
所以加一加可能要1个月，这个木炭才会呈现。那所以其实烧一个窑是蛮困难的。嘿，真是我唔错。其实都你现这样的讲，嘿，还有汤安义都提讲，这种东西唔免讲摊烧烧，我都出来一个书，像同的你现在讲，伊读书啊读3年，贴书啊贴1年，烧啊烧7年。好，烧还要去煸，差不多什么煸1礼拜，也是要大概7天嘛，哈。对我如果一整年的，好，那我出T100的木炭，而且木炭出完之后，那个窑不能马上要等它冷却，是啊，才可能有人进去把它再叠上去嘛。所以说你可能冷却又要3-4年，然后冷下来，好，然后又开始。所以说它也是一个算是要有运气才能够拿得到。对，有时候真的，如果说你烧好。然后你焖的时候出了什么状况的话，它可能出炭的时候就不理想，那你这一窑就废了。对。但是其他我哋嗰度沙器已經記唔得講嘅以前很用嘅去燒也炭嘅啦吼。我哋講其實玻璃沙器除了我哋咧五條嘅條夫以，還有我哋咧木炭共用，還有另外的係五色的係乜呀？是這樣子哈。因為我們政府嘛，屏東縣政府它輔導社區要做一些產業的那個提升嘛，那政府就幫我們那個規劃了一個叫3黑的這個小旅行嘛哈，那一個就是我們的黑豆腐乳，還有我們的木炭防潮包，這個是第2黑，然後第3黑呢，就是我們村子裡面有一顆很大的黑石頭。那这个黑石头呢？根据我们这个长辈讲说，那个是天上的那个流星啊，然后爆炸，然后直接就炸在我们那个村子后方的山，所以那因为我们这个黑石头边刚好我们在做一个公园呐，那政府呢就帮我们规划了说，那我们社区就来发展这个3黑的观光，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就是有一个黑豆腐乳，还有一个黑炭防潮包，还有一个黑石头的这个文化之旅，这样子。所以黑炭防潮包买的呢，还有5条条夫椅是可以买的，是。但是我们的黑石头是要现场才看得到的。可是等于讲，来一片看买的呢50条哈，然后同时买一量的物产，其实安尼嘛冲的哈。等于如果你又有老料，又可以带东西过去，是。但是都讲到玻璃了哈，那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观众朋友想一下，就是说，除了我们的黑石头之外，保利村附近有什么样的景点？保利村附近其实景点蛮多的，但是以我们村内的话，景点也是非常多，因为我们是移民过来的一个聚落嘛哈，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移民过来就发生了很多的这个故事所以说我们村内的这个观光就是人文方面的这个小旅行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像我们村内就有这个包中碑，包中碑也是清朝乾隆皇帝御赐的一个碑，还有我们三山国王庙。三山国王庙就是一般客家的村庄都会有这样一个保护我们村民的一个寺庙嘛哈。那它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啦，跟我们200多年移民过来息息相关的一个宗教信仰。冇错，嗰种其实一片都只是同我哋嘅行业很有关系嘅，但是同我哋嘅行业冇得讲在天那搖嘅风景有哪度呢？休息下，我哋下一段节目，我哋李乾姐能同講，我哋馬上過來哦。歡迎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玻璃沙器發展協會嘅總幹事鄭李乾姐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睇玻璃沙器裏邊有乜嘅地方可以教嘅，多人講亮嘅哦，咪其他唔先講，我哋馬上請我哋李乾姐同人講，咪有咩地方可以留料嘅？除了我剛剛提過的這個包中碑啊、三山國王廟，
还有我们有一个龙井啊，龙井的话，在我们就是早期先民移民到我们保利庄来的时候提供我们的这个生活用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古井。那还有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林顶自然公园这个不仅我们社区在建设我们这个公园，然后政府呢也帮我们在做一些美化绿友善的一些工程这样子。还有我们的客家文物馆它里面收集了我们早期先民这个生活上使用过的一些古器具农具、渔具、炊具、餐具等等，还有一些文件，重要的历史文件还有这个我们有一个全球唯一的一个50零机枪空弹壳连接而成的一个健康步道那个不管是村内的每一个有一个历史发生的故事的地方都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去到社区，我们可不可以请社区的人帮我们做导览呢？可以的，因为我们社区最主要除了务农为主之外呢，政府也辅导我们社区希望我们来发展观光事业这样子所以我们社区也一直有在培训解说员，所以如果有想要到社区来参访的话，就可以跟我们社区联络，然后我们会派解说员来为大家解说。有一部分我很想发问就是说解说员要受过怎样的训练像去年的话我们就有办了一个解说员的一个成果展，那时候有请专业的老师到社区来，然后我们有上课，然后也有实地的去走访景点，然后解说这样子。等于如果你们不仅是解说的技巧要有，是对于当地的景点的历史人文甚至就是说一些水文的东西，基本上是你的如果一天到学到嘛是。可是呢变成讲，各种朋友去我的沙奇一屯的申请的话，也是透过那个协会的网站吗？是的，就我们屏东县特城乡保利社区的 FB 就可以在上面留言我们都会看得到。是，可是等于如果你至少有一个窗口，他跟你可以一屯联络得到嘛那今天听下的差不多节目，我行到最迷上的时间了我一直想说，因为其实就像刚刚立青姐讲的，你从回来到现在，然后从我们的整个保利社区，从曾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小镇，慢慢的人家北漂之后，工作外移之后，人家留下了几多落你看，未来呢？对于未来呢，社区发展协会或者是总干事自己有没有什么计划？是的，未来的话，我们社区当然是希望说把这个观光做得越来越完善。然后我们社区的这个产物像我们的黑豆腐乳那我们的黑木炭的这个防潮包还有我们这个黑石头一个正能量的吸取都很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到我们这个保利种来参访、来游玩这样子。正能量，谈好了，好像是某个宗教那样的不是，它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黑石头。真的就是有空去走走，就是正能量。对，我们从尤其喺我哋南埔来讲嘛，其实他讲如果从我去垦地，那么去我哋恒春半岛，韩国也地方嘅時節你聽冇記唔得到？我哋入邊有兩個地方喺我哋咧客家莊，一啲喺我哋咧玻璃，一啲喺我哋咧同埔。但是我想請問一下，譬如說您您接了總幹事這個位置之後，在路上都沒有遇到困難嗎？還是說有困難，然後你的解決方法是什麼？其實老實說，困難並沒有很多啦，就是但是因為社區嘛，有各式的這個長輩或者是志工朋友嘛，那難免在溝通上都會有一些意見不一樣的時候，對，那這些其實就是會經過一個磨合的時間，然後有時候就是自己也要退一步，然後想看看整體是需要一個什麼方向，
然后调整自己再往前走，这样。是，我想请问一下，你当时从都市回到算是乡村的时候，那个时候最不适应的是什么？是买不到东西吗？还是说没有夜生活最不适应的其实蛮多的哦。譬如说呢？譬如说，人家就是会觉得你是都市来的，你可能跟我们就是格格不入。他会有，不是我们，是对方会有先入为主的，因为我们确实离开这个故乡非常久，那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熟悉。对。那熟悉之后，其实他们也都知道说我们是很愿意来奉献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份微小的力量，然后大家一起来为社区把它营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我会这么问哈，是因为就是说，就像我们头都有讲到讲，有的人真的会希望讲，退休的哈，可以回到已出生的地方，无论一般生态的地方，跟爸爸妈妈一起住。那假如有些人可能也是想要那样子，像你说，退休之后，好把家庭安顿好了哈，然后他想要回到他的故乡，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甚至去参与社区的事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或者是你自己的经验分享是什么？对于这一点哈，我自己个人我也是非常期望说，一些退休的人员哈能够赶快回到家乡来。其实这个状况已经慢慢的在好转。对，因为毕竟大家都是真的是离开故乡非常久，那有这个期望啦，大家能够多回来，慢慢的回来熟悉自己的故乡，从慢慢的回味想起，然后把自己在外面学习到的一些东西带回来自己的故乡，然后再把它这个跟大家有一个共识，然后再把它发扬光大，这样子。要有心理准备吗？是要有心理准备。譬如说，觉得说，因为在我要回故乡之前，我是已经准备很久了。对，我是想说，我将来我很有可能会回到故乡，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有在做准备。您的准备是什么？譬如说，我想说，那我回去乡下我要干嘛？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对。那时候我刚回到故乡，我爸爸就跟我讲说，那个社区有很多什么课程啊，你可以去上什么去参加。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还没回来之前，我就在我原来住的北部，我有学一些技能方面的东西结果呢，我回来之后真的就派上了用场。所以我在社区，我最主要也是就是带长辈做一些韵律操做一些简单的健康操，然后带动他们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的后亚位，譬如说韵律操也好，当初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到社区能够教别人？因为我在选择我要学习什么的时候，我就考虑到说，我这个学习不是只有为了自己，我希望说我还可以去教别人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在那个选择。所以我就去选择了这个舞蹈，然后我把它学好、练习好之后，那我回来。其实回来之后，我带长辈也碰到了一些困难，因为毕竟长辈你要教他舞蹈，可能有一些困难啦。那后来我就把这些舞蹈改成是健康操，把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说这样会这样，这些简单的健康操，我就带到舞蹈里面去。所以一首歌里面，我可能只有1-2个这个舞蹈动作，其他的话可能就是这样子，很简单，这样子，只要他们动就好了。所以您在回到保利之前，其实你已经开始有想过，就是说到时候你真正在保利这样子生活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技能，好，甚至就是说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态。所以说，其实你都已经先准备好了。是啊，
所以说，假如说可能有一些人也会希望说，他到时候他退休了，跟您一样，就是说，回到他原来出生的地方。所以说，你也会建议他最好也可以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甚至要做好准备。但是如果说你有任何的技能可以教导长辈也好，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的技能，也可以到社区先来就是熟悉一段时间，然后再选择你的那个最喜欢的项目来服务长辈。因为社区它也提供很多的这个课程嘛，那可以一边学习一边服务长辈这样子。400年前，我哋客家嘅先民来到我哋嘅恒春半岛，先到玻璃还有通铺2個地方，造成我哋自家灣可以提嘅生存嘅地方。但是400年後，我哋可以看到幾多客家嘅肢體嘛，咁樣喺一塊地方，慢慢嘅行出這個一條路。今日感謝我哋李慶姐同我哋現場分享很精彩嘅故事。好，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有機會到恆春來的時候，順便到我們保利社區走一走，謝謝。休息下喎，得聽我哋時常來，傾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